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4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19节，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主为敌。但以理为以色列人民祷告，他不但祷告，他还为了以色列人民向上帝恳求禁食，穿着麻衣，并且撒灰。因为他读到了上帝的先知耶利米先知关于耶路撒冷荒废70年的预言记载。以色列人因为背离上帝的真道，与上帝为敌，因而导致他们的国家灭亡，圣城被毁，人民被掳。但以理为了以色列人民祷告，就是要他们能够离开那个邪恶的道路，来归回上帝的真道。但以理书9章第1节到19节这样的记载，但以理为同胞祷告。米底亚人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统治巴比伦国，他在位的第1年，我在研读圣经，默想上主告诉先知耶利米有关耶路撒冷将荒废70年的话。我禁食，穿上麻衣，坐在灰尘里，面向主上帝恳切的祈求。我向上主我的上帝祷告，为我同胞认罪。我说，主啊，你是至大的上帝，我们尊崇你，你信守你的约，向那一些爱你、遵守你命令的人施行不变的爱。我们犯罪作恶，过犯重重，违背了你的诫命律例。你的仆人就是先知们，曾经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统治者、祖先和整个国家说话，我们却没有听从他们。主啊，你的作为始终公正，我们却不断自取羞辱。是的，我们这些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背叛你、被你流放到远近各国的以色列人，都因对你不忠，自取羞辱。上主啊，我们的君王、统治者和祖先都得罪了你，招惹羞辱。主，我们的上帝啊，虽然我们背叛了你，你仍然怜悯我们，宽恕我们。上主，我们的上帝啊，你借着你的仆人，就是先知们，向我们颁布法律，要我们遵守，我们却不听从。所有以色列人都违背了你的法律，偏离了你，没有听从你。因此，那记载在你仆人摩西法律书上的咒诅都落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和我们的统治者身上实现了你说过的话。你惩罚耶路撒冷比惩罚天下任何城市更严厉。你把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惩罚都降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上主我们的上帝啊，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离弃罪恶，没有遵守你的真理，让你喜悦。上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曾准备要处罚我们，事实上你已经惩罚我们，因为你的作为始终公正，而我们没有听从你。
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曾显示大能，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你的名声至今流传，我们却作恶犯罪。你从前拯救我们，现在请你不要向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城发怒。由于我们所犯的罪和祖先所做的恶，邻国的人都轻蔑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所以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哀求，为使人知道你是上帝，求你光照，在眷顾你那被毁坏的圣殿。上帝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求你关怀我们以及属你名下的城所受的灾难。我们向你恳求，不是凭着自己的义行，而是凭你的大怜悯。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宽恕，求你垂听并施行拯救。我的上帝啊，为使人知道你是上帝，求你不要单言。因为这座城是你的城，这些人是你的子民。但以理不但是为以色列人来悔改祷告，更以禁食悔罪的心来恳求上帝的怜悯与眷顾，就如同当初摩西为了制作金牛偶像的以色列人民向上帝祈求祷告一样。在出埃及记33章，我们看到了摩西祈求上帝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与他们同行，进入应许之地。可惜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的团体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违反者、作乱的人们。在出埃及时，有一群人要求亚伦制造金牛。以利的2个儿子虽然是祭司，却是为非作歹。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起来背叛。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经学士以及祭司们，他们带头违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总有一群犹太人跟着作乱，也有希腊的哲士和学者以怪力乱神的学说来混淆基督教的信仰。在初代教会里面，这一群人被称为敌基督。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5节的经文怎么样的提到敌对基督者？孩子们，世界的终局就要到了。你们曾听说那敌对基督者要来，现在基督的许多仇敌都已经出现了。因此我们知道终局就要到了。这班人并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离开了我们。如果他们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就会跟我们在一起。可是他们走开了，可见他们都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你们已经受了那圣者的恩膏，所以你们都认识真理。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为你们都认识了，而且知道一切谎言都不是出自于真理。那么谁是撒谎的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这样的人就是敌对基督者。他拒绝了圣父，拒绝了圣子，因为凡拒绝圣子的，就是拒绝圣父；凡公开承认圣子的，就得着了圣父。那么，你们必须谨守当时候所听到的信息。如果你们遵守当时候所听到的信息，你们就会常常活在圣子和圣父的生命里。这就是基督亲自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生命。恳求上帝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无知、软弱以及违背，
帮助我们回归真道，不再与基督为敌，而是成为跟随者、朋友以及父上帝的儿女。诗篇第4篇，求助的晚祷。我的上帝，我的辩护者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在患难中你帮助我，求你怜悯垂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要羞辱我到几时？你们爱慕虚妄，追逐虚位，几时结束？要知道上主已经选召虔诚的人归属他，他必垂听我的祷告呼求。要战战兢兢，不再犯罪，要在卧房极静的时候沉思默想，要向上主献当献的祭，一心信告他。有好些人说，我们多么渴望承受福泽。上帝啊，求你用慈爱光照我们，但你赐给我们喜乐远胜过五谷丰收，美酒灯满意的享受。我一躺下安然入梦乡，上主啊，只有你能保守我安全。感谢主怜悯我们，赐下救恩，恳求主帮助我们在403花莲大地震之后，继续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恐惧，有平安，让受到损失的人们能够快快的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